仲好，未介紹今日日賽，先檢討5月6日沙田泥地夜賽嘅跟進馬。當晚最好成績係文家良，2邊1個第3，第二好係沈集成，1邊1個第2。開批大熱嘅方嘉柏最終只有滿心星，1邊沒有投注騎士馬獅王，但也有買中第7場滿心星及文家良。二馬獅王騎獅王由田泰安13倍勝出，近期由田泰安係有多少回動，可以繼續留意。然幸而出9場，只有1邊1個第2，1個第3，也可以接受。他的騎功還自亂，有時候會出錯。競賽小眾問話也不少，再次說明練馬獅王其值博率較騎獅王高。駿馬有頭場第2名東方魅影，黃寶利憑輕磅首前列第2，只輸1.25個馬位，下次仍可以以此戰略取勝。第2隻要留意嘅係跑第5嘅一碌歡騰，馬休養1年再出，跑到接近，下次可以留意。長跑第3嘅喜行樂，下次落飛到6-7倍或以下係搏殺時候。第4場頭馬精明選擇，勝出段出好，下次仍可留意。第3名艾利奧有減分好多，雖然8歲，但路有專長，下次165略有機會到。第8場可跟進馬有4跑第4將鋭及跑第11嘅奮鬥心，係因為排外檔影響演出，下次形勢有利可以跟進。近期沙田一馬三甲表現特佳的練馬師，依次係蔡約翰、黎超星、呂健威、姚本輝及周偉賢，成功率都有40%以上。騎師三甲成功率依次為艾杜拿、寬頓、何澤堯、艾少禮及田泰安，分別係68%、61同埋58%。艾少禮及田泰安只有30%多。回到今天5月9日日賽，11場沒有級制賽的全組地比賽，第一場第2次新馬賽有10匹上陣，不會太冷落及品味，仍有研究及投注價值。同時賽事有幾匹明星馬上陣，呂健威更提出10匹馬強陣，看來有心喺季尾爭取成績，再次成為冠軍練馬師。全組對路程包括1000、1200、1400及1600，班次有2至5班。賽道為 C 跑道，初步先看練馬獅王形勢。大熱門呂健威1.9倍，次熱門大衛希斯5.5倍，第3、4熱門姚本輝同姚康銘分別7倍及9倍。其他練馬師係10倍或以上。呂健威今次出馬10匹，實力暗馬有全能勇士、龍路靈來、手機標勁及喜慶寶等。大衛希斯出馬最多13匹。新馬賽就有3匹，不過最熱門嘅都靈冠星都有5.5倍。姚本輝有揮灑自如及捷威比較熱，姚康美有新馬賽、極歡欣及元好運比較受關注。其他馬房可以留意未達標嘅葉楚雄，今次可留意其實力馬之父北地練馬及榮進大道。黎超星也有燈膽將軍及馬時登等熱門機會馬。騎師王向冷門埋手，首選艾少禮及奧爾文，冷門騎師選文艾杜拿及何澤堯，三甲機率高。今天精選場次係第3場5班14米，13號天喜運轉馬房後持續穩定，近2場12米差多少，真情1400咁合腳法，這場沒有對手，只有3匹有取勝經驗。但天喜運5歲正值壯年，其好狀態應可持續。配腳揀7號史卡福星及排1檔嘅女寇巴閉佬。另外精選場次5場4班12米，1號標之浩運，布文贏過之後未能再贏，今次配黃寶嚟減輕7磅有利爭勝，而且近期無偉傑馬房贏馬多咗，應會全力出擊，可以信賴。配腳選9號星神千歲及12號最好玩。最後參考預期嘅練馬獅王係呂健威、騎師王艾少禮及奧爾文，冷門騎師睇艾杜拿及何澤堯。馬匹精選3場
13，添喜運及5場1號標之浩瀚。